山明水秀啊，你紅旗紅誒，東山呀北。呢度係潮州市潮安縣嘅鳳凰山，係潮汕乃至整個粵東地區嘅最高嘅山。主峰鳳凰髻，海拔1498米，山上天氣變幻莫測，晴雨不定。鳳凰山雖然唔算高，但係潮汕人對佢就有一種特別嘅感情，因為無論係潮汕嘅根，抑或係潮州人嘅命根，都係喺呢一度。潮州呢一個詞，其實有3層意思，就係潮汕三市、潮州市、汕頭市、揭陽市。一般講潮州人，指嘅就係整個潮汕地區講潮語嘅人。潮汕地區自古係古越族嘅居住地。中世紀中原漢人大量遷入，古越族有啲同化，有啲就各散東西。仍然留喺潮汕嘅，就只剩低鳳凰山嘅畲族。直到而家，作為潮汕地區唯一少數民族嘅畲族嘅居民呢，仍然係大部分都係住喺鳳凰山呢個地區。而畲族嘅文化對於潮汕嘅文化可以影響深遠。譬如我哋嘅潮劇裏面呢，就經常都有鬥畲歌呢種情節出現啦。阿妹來我哋蒼山歌路，嗌開山歌啊！你家太耐。呢一位畲族老伯今年已經70幾歲啦，佢係整個畲族碩果僅存，唯一仲會唱畲歌嘅人。我哋請佢表演，因為佢剩低嘅牙唔多，所以漏風，已經唔能夠唱出最好嘅畲歌。畲族嘅祖先傳說係狗頭人，因為娶咗天帝嘅女兒而傳下畲族，所以到今日喺畲村對狗仍然係特別恭敬。千百年來，由於頻密嘅接觸，畲族同漢族基本已經同化。佢哋雖然仍然住喺鳳凰山區，但係除咗呢一位唔肯認老嘅畲歌老人，我哋喺畲村之內，日常器具之間幾乎已經揾唔到有任何少數民族嘅痕跡。就好似呢幾位畲服少女，佢哋對祖先文化甚至畲話都唔係好認識，平日都係喺外面普通學校讀書，只係當有外人到訪嘅時候，佢哋先要着起政府為佢哋做嘅畲族服裝，熱情招待客人。不過呢一日俾我哋撩起咗佢對自身文化嘅感情，於是就纏住老人家要學畲歌。山明水秀啊，你紅旗紅誒。山明水秀啊，紅旗紅誒。離開畲族呢一個潮州人嘅根，我哋繼續向鳳凰山頂出發，去尋找潮州人嘅命根。如果要選舉一樣嘢嚟代表潮州人同潮州文化嘅話，功夫茶大抵係當之無愧啦。喺潮州人嘅生活裏面，功夫茶可以話係不可或缺。無論係日頭抑或夜晚，大街抑或小巷，家居抑或係田野，潮州人無時無地都喺度飲功夫茶。無論係招呼人客、公餘休息，抑或係自娛自樂，潮州人從早上起床
就飲到晚上上床。大家都知道飲茶咧係源自中國嘅，而中國嘅茶藝裏面咧就以潮汕嘅功夫茶最具代表性。正式我哋要沖泡功夫茶咧，其實有18個程序咁多嘅。對於我哋生活喺香港咁緊張步伐嘅人嚟講咧，可能係繁複少少。但係喺每日飲功夫茶嗰陣咧，我仍然都係堅持咧係用返功夫茶嘅小壺同埋小杯，用意咧就係等啲茶葉咧唔可以浸泡咁耐，以利於咧保存啲茶嘅溫度同埋茶嘅香味。潮州人最喜愛嘅就係本地出產嘅鳳凰單叢茶。單叢茶係鳳凰山嘅特產，種植喺鳳凰山嘅高山上，屬於高山茶類。喺鳳凰山上，眼所能夠睇到嘅地方，一級級、一片片，全部都係綠色嘅梯田。呢一啲梯田就係高山上嘅茶園。整個鳳凰山從山腰以上都變成咗茶山。呢度就係鳳凰山頂嘅高山茶園啦。因為呢度每一棵茶樹嘅香味都有啲唔同，所以生產出嚟嘅呢就叫鳳凰單叢。我每日沖功夫茶呢，亦都就係用呢一種鳳凰單叢嘅茶葉啦。近年，鳳凰山上嘅茶農，除咗用傳統嘅種茶方法之外，仲研發出生態種植法，就係將茶樹同其他植物配合種植，營造原始嘅生態，利用自然界互相依存嘅規律嚟保護茶樹，而唔使用農藥、殺蟲劑呢一啲對人體有害嘅物質。潮汕文化以講究著稱。功夫茶嘅功夫呢兩個字就係講究嘅意思。製作單叢茶，從採茶開始就有所謂4不採：晨早不採，中午日頭猛不採，晚上不採，雨天不採。因為呢一啲時候唔係濕度太高，就係陽光太猛，茶葉唔喺最好嘅狀態。最好嘅採茶時間就係晏晝1點到3點，光合作用同水分都適中。這隻鳳凰帶農種了8個工數，從山上採下來嘅大葉，現在即係對嘅工數就叫做拍青。拍青就現在哦，叫了就現在辦嘅咧就辦我會咗薄薄嚇，薄薄。要內質型，即係咱通過真係拍下，伊係小食嘅大葉嘅最紅，嘅狐狸嘅落嚟嘅學家。曬青之後就係晾青、搖青同碰青，呢4個工序就係發酵嘅過程。搖青、碰青係利用茶葉互相碰撞而幫助發酵。掌握嘅力度同手法最考功夫。單叢茶係半發酵嘅茶，所以好快就要終止發酵，就係殺青，即係炒茶。炒茶係用火令到茶葉唔再發酵。殺青後嘅茶葉仍然係一片一片，唔容易收藏處理，所以就要揉捏。將片狀嘅茶葉揉成條狀。最初呢個工序係茶農用腳嚟搓，唔合衛生。潮州人飲功夫茶習慣頭沖洗茶唔飲，其中就係有洗去腳汗嘅意味。最後嘅工序就係烘焙，作用就係蒸發茶葉嘅水分，鞏固茶嘅品質。我哋成日話，誰知盤中酸，粒粒皆辛苦。睇嚟潮汕功夫茶同樣滴滴是功夫。